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？哪有？烤肉饼，烤肉饼，我不来吃。麻婆汤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素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小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真好食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，我是家属。台湾人爱用谐音梗讲笑话，这几年街头嘛出现不少声人目眩的谐音梗的店号，亲像糖尿杯红茶。意思是咧消遣爱食甜的台南人，啉全糖饮料爱滋味会治着糖尿病。还有食娃娃机的店，号做善食人，唔知意思是毋是这间店是要互善食人耍的，也是若耍了久就会变善食人。其实谐音梗唔是现代人的专利，古早台湾的农村社会。伫咧替人牵红线媒人婆，或者是讲鱼人婆，早就用谐音梗咧转正。今仔日拍远的故事，咱们来讲一个关系媒人婆安怎用谐音梗来牵成一段姻缘的故事。邀请共同好朋友到底来收听台面人的惨庄婚姻爱情故事，发嘛对看的故事。学生甲我讲一个趣味的代志，伊要甲人订婚，专工转去庄卡甲因阿嬷报告。阿嬷问伊讲：“恁当时要对看？”阿嬷，即阵无人咧对看啦。哪会安尼？即摆的查某人毋着比阮古早较惨。为虾米？若阮古早还阁有通对看一个。通知影要嫁是生做圆阿扁，恁连对看都无，真侥幸哦！好，阿嬷，你实在有够古锥呢。听到这个古锥的阿嬷讲的，我想起另外一个朋友因老母发嘛，伊捌甲我讲伊查某囡仔时代甲人对看的故事。发嘛，因兜是伫家人咧开碰鞋店，专卖赤碰鞋衫的线料。发嘛做查某囡仔的名是青西，就是青的碰鞋的意思。青西啊，你有看到红线无？爸，大姊出去寄批，夜暝转来。青西因老爸是真国别的生理人，三个查某囝。大汉的号名红线，迄阵有广东戏配下门话咧搬，戏的名就是红线女。伊看戏了转去，就甲拄生的查某囝号甲主角同款的名。第二个是紫薇，
清洗排上尾，大姐红线要做人的时，煞无人牵红线，甲店内少贵兼店员乱爱。老爸想讲，家己也无后生通接，就甲红线招红，店员他因的事变头家。这年伫客运的巴士做车长，拄好有一个国校的先生，逐工通勤，拢专工坐伊这帮，就去夹着啊。厝边斗笑讲，碰西店迄个甜丁啊，上介好心，啊其无甜甲半个丁，敢若操烦人无某，专咧替人传新妇。好心有好印，因查某囝拢免了解一世远人钱，家己甲翁找好好。这款话半口说，甜丁伯啊未堪得，清洗管甲真严，惊伊外口拍拍走，阁互人告去，定着爱清洗照步来，莫阁互厝边斗偷笑吓死吓静。清洗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爱较规矩咧，乖乖啊，甲我踮厝咧，唔通学恁迄两个阿姐，安尼家己去含人牵，会用笑，知无？我才袂咧。清洗本底就是避暑的查某囡仔，爱美伫房间用十花怪式的细仔线恰伊少女的面貌。阿爸甲伊买真济日本的舞曲，拢是赤碰西衫的好样相。伊会晓伫碰西衫顶赤唱、赤鼓声宝厝、赤火车，有时吊伫店面做见本，请人客买碰西衫。亲像这款兴手艺清洗，生本就无爱出门，要哪会家己去甲人乱爱？到清洗21岁，伫迄个时代，这是教识的年岁。甜丁啊嫂，我知即嘛，才罕行。知影清洗无甲人咧行。就毋人无啊来咧行搭，恁清洗啊也袂做人吼，也袂咧。安怎？敢有好对象要引互阮清洗啊？当然嘛有。头一个是报开百货行的头家仔囝，对方人生做真软正，阁是厝里的孤囝。讲想要娶一个骹手美丽、强开的某，后摆会当换迄间店。阮清洗啊，骹手是袂含慢啦，毋过伊个性温顺，毋是强卡查某呢。安尼哦，清洗毋是迄款卡小，嘛无想要嫁互软正无主张的查甫人，结果双方面拢袂下输。连对看都无，就准拄好，无输赢。台湾传统的毋人婆啊，有一个职业癖，若有人养伊，这个毋人咧无趁甲着，的确毋情愿放手，这个无介意就换找别个。这款精神是现代做服务业的应该爱好了学的。头回做不成，随着过来报第二回，是市仔内猪肉店的后生，人生做大箍背，看起来坏爸爸的款。发财金啊，你嘛甲阮清洗啊，找一个较斯文的。迄班呢，连我看到都惊哦。好好好，要爱较斯文的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交互我。过来讲是公务人员，
煞是一个警察大人。我知即嘛，阮翁自来就讲做警察是危险工课，即度的甲运转手，伊拢无爱。讲是要互清洗家己看家己紧，到尾拢是老爸意见较济过鸟仔门。就安尼，毋通无啊讲过5-6下，连对看都无，就去互添丁牵招起来。即个毋通无啊真毋信啥，过来报。即个阮套毒诶，哦，是做啥物诶？伫公所食头路诶。好哦。约伫家人上有派头的386食堂。迄阵食堂拢是用电话番咧号名的，添丁因翁仔某、志明因翁仔某甲红线，要去甲人对看的清洗，当然袂使无去。敢若红线因翁留咧顾店，查甫的迄边有5个来，和毋通婆仔在内，拄好斗一担，坐一块大道圆圆。清洗查某囡仔人惊歹势，自头到尾拢头壳咧咧，敢若听毋人小解上风。添丁仔兄，添丁仔嫂，我来小解。这位是阿福哥啊，边仔这位是。清洗知影另外迄4个是查甫囡仔的爸母甲阿姐阿姐，两边是大人互相请安甲问话，了解一寡背景资料。听毋人婆讲，林先生是伫公所食头路，毋知是负责啥物工课吼？哦，我是兵役课的课员，负责整理兵籍档案的。听查甫囡仔咧应话，写书文，佮讲话明了，清洗印象袂歹，想要看对方写款生张，佮毋敢举头。毋通婆仔叫清洗讲，清洗啊！我知影你查某囡仔人惊歹势，毋过今仔日是要互恁2个对看的，你嘛着斟酌看一下。阮清洗啊，着较避暑，惊见笑啦。切，即时袂使阁惊见笑啦，啊无嘛着互人上一下。清洗即时才看看甲头打悬，查甫的穿一领歪靴子。面生出素正，检彩是坐事无倒的，汗伫拍热，面真白。这时对方嘛拄好甲目睭笑过来，清洗看到对方有寡青昏，甲毋知要安怎解说的目神，毋通婆仔讲。你看，伊食政府的头路，佮生做遮尔缘投，啊，清洗小姐人是生做比花佮较水。高车碰洗，好女的，2个有影是天生地色的，有够适配。人扮袂歹，看起来嘛不离啊将才，啊你的意思咧？添丁对这个查甫囡仔表示介意，问查某囝头啊点点，尾啊才细声应讲：顾在阿爸做主就好。无喏，我毋是无理解的老古板啊，也是你爱家己甘愿才会使。嘿啊，清洗啊！难得恁老爸要互你家己主张，若有介意就爱讲。我拢好啦。我看对方定着会介意你，会过来要约出去，你阁斟酌几摆啊，真正有道理的，才讲吼。等几啊
工煞无甲一个回音。照讲，应该拢会阁进一步要求两个约出去食茶，也是看影戏，哪会无一个声说？想讲兼采着请毋人伯啊去谈一个。添丁啊兄，添丁啊嫂，讲人人教，毋人伯啊侵入门就话讲，恭喜对方咧讲，当时要互因来提亲。啥？对方要来提亲啊？敢免阁互相约一个，做进一步了解？免啦，人看清势啊是水衫着，讲毋免阁考虑。对方你嘛知，门户正办，囡仔有好头路，一世人有政府通饲，人才甲人才拢是一品的，欢喜倒咧卖富，敢有啥通嫌？你安尼讲是有影，也毋过。添丁本底想要随印尼，阁想一个讲，也是约一个啊，互清晰啊，甲伊阁谈看卖，互相较知性。无好啦好啦，我才来去替清晰啊，阁约一个啦。毋人伯啊讲要去约，迄下晡拄好一个人客来交关，是甲迄个查甫囡仔共装的。添丁甲探听。人客先学了一困，才讲：虽往脚有寡无利便，毋过行路嘛要好势好势咧。啥？你讲伊脚安怎？恁双方毋是已经对看过啊？你敢毋知伊摆脚？当时啊，就是安尼哦。添丁一时才知影对方摆卡，才会迄天先来伫食堂等。要离开的时阵，干他起身，也无送因出门。这个毋人婆有影真假。添丁啊，真生气，叫毋人婆来骂。你这个毋人喙，真正好累累，连这也要骗，这款毋人咧。敢趁会过心？哎哟，冤枉哦！我是倒位甲你骗？人办你家己亲目睭有看到，这公所的头路是现拄现呢。因兜的家世门户是有倒位无好？你无讲查甫囡仔摆脚的代志，安尼毋是骗？我哪会无讲？我起头就先讲啊，脚无好的人拢会知。逐项拢挺好，甲厝边斗探听，讲甲遐明，阁要枉屈我。啊你啊好，怪阮家己听无真啦，刷去，清晰啊！对方脚无利便，我看也是准刷啦。随在阿爸注意就好啦。添丁啊，感觉这个人喙水实在来。今早晚会互伊说过去，两口换一个啊，较在稳，就包一个礼数答谢伊，无阁互伊亲门大户，阁探听看，还有别个毋人报啊无？清晰想讲，安尼袂输咧嫌人摆脚咧，想过伤人，就去隔壁乡的公所假办代志，甲伊会实咧。林先生，阮是大人，无应该因为你的脚有怪各样，就甲你拒绝，实在真失礼。这袂当怪恁，我家己嘛有毋对，我无应该隐瞒你。林先生，唉，为着我这支脚。对看几若摆拢袂成，即摆毋则规气无讲明，想讲若带入门要反悔都袂赴啊，亲像人讲青米煮成饭安尼。
迄个青年就是法拉。清西搁去找伊几若摆，两个说愈讲愈投意。随望法拉行路叫咧叫咧，毋过要好势好势。搁再讲，人是咧食头路的，也毋是做事的，哪有啥无利便？过半年，对方叫乡长做伴来到清西因兜，讲要求亲情。添丁啊，才知影查某囝甲人咧行，无答应也袂使。添丁甲因某怨叹讲：人讲我添丁啊的查某囝，拢是家己乱来，一声有影是无影无只，互人讲甲对对啦。我是要安怎见人？啥物咧家己恋爱？啊，毋人报啊，毋是有安排因两个对看过？啊，对啊，我煞袂记哩，因两个有对看过吼。我包礼数吼，毋人报我讲。安尼，清西啊，甲法来分事，当然嘛是来了无问题。添丁啊，才花头起面，甲清西传嫁妆。这就是法姆嘛对看的故事。今仔日的广播剧《法姆嘛对看》的故事是由陈明仁原作，罗家书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，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，洪昭文担任口白。剧中的日本家声音演员：青西啊、陈武汉演出，添丁啊、张志宏演出，添丁嫂啊、蔡医生演出，黄南宝啊、陈英晶演出，法啊、吴朝祥演出。厝边张明虎、林修德演出，曾民、林应爽演出，阿嬷苏瑞丁演出，学生伊友佳演出。暖暖站门口，咱来故事串满地。放花来卫生。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生的开讲的读册班，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鼓吹台语社读册会4位代表：林依婷、陈丽英、陈丽文，还佫有郭仲坤。首先，咱来听这4位读册班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。
大家好，我是高雄第一社大鼓吹台语社的林依婷。这出出场的口碑真趣味啊！每人随好蕊蕊的形象写甲真写甲真明啊！对看的场面嘛，铺排甲真趣味。若阵我咧想，若阵演剧照安尼搬吼，阮当作趣味的。念读这部小说嘛，有影足成咧读剧本、看电影，画面拢足清楚，对话嘛真明白，故事足明，感觉逐个人物拢足活跳，读着真享受。我是丽英，我是感觉讲这篇故事，互人感觉讲足温馨，搁再足深刻的相亲对看的故事。内容吼，我感觉较无悲伤。我进前读名人老师作这篇文章，拢感觉到尾啊，拢会郁卒。这篇文章是无安尼无迄个悲伤，看起来较无负担，嘛，互人安尼看到讲，迄毋能报啊，真正是迄喙是好蕊蕊。为这篇文章都拢看会出来，努力。大家好，我坤仔吼，这篇互我的感觉是想起着算讲啥，迄当时的湖南确实真无简单，会当甲男女双方吼小解甲安尼遮尔无缺陷，真险啊！就是讲爱着足侪的苦心，伫男女双方较有法度来促成这个婚事。就可比像阮咧做中介业，就要先了解买卖双方的需求，较有法度来做这个打合，安尼的时阵，较有法度来促成一桩买卖。伫遮呢，咱讲真正的较趣味的，就是讲一音若无共，我感觉规鼎就去了啊，甲卡，剧中的时阵，迄个因老爸有甲阮人讲啊，你也无甲查某囡仔摆开代志，安尼佫毋是骗吗？毋通应甲真水气咧。伊讲我哪会无讲啊？我起头就讲啊，较无好诶，人拢会知啊，逐项拢会当去甲厝边斗探听，讲甲遐尔明，你佫枉屈我。这所以讲甲卡，一个音无共，就青差咧地啊！这是我的感觉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这篇发嘛对看的故事我较有印象的，就是因这三个查囝的名。咱若无真正有伫个考讲伊这边念时阵，你真正毋知影这三个要安念啦大汉的叫做啥？翁线，第二个叫机迷，第三个叫青西，所以这对于阮在读的时阵，我讲这拢是迄落甘赤碰西有关系，对吧？所以我感觉真趣味，因为阮的年代对赤碰西这个就是可能已经无啥物咧接触啊。你碰车点吗？对，搁再来就是讲，因为因是食迄个湖南报啊，毋过咱即马其实拢有迄个手机网友，所以对湖南报即款职业来讲，咱会较清楚。所以买手因为即个骹的问题，清洗的迄个老爸伊就反对结果想袂到这两个人有若真有缘，因为先的迄个铺排就是，互因到尾嘛是结婚但是老爸嘛是感觉无面子，讲哎哟结果我三个查囝无一个是迄个湖南报做的，想袂到伊最后佫一个铺排讲无嘛是有对看过啊。我感觉这后壁转到有够水气以上。好，咱感谢四位读书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。接下来，咱来听作者闵仁生的回应。这个第一个我台方面读成咱台语的音啦，这个
这个音较少较难得啦。较早拢讲人啦，每人尾仔等尾仔才讲的啦。较早啦，较早这个酸梅有无？啊，你莫讲梅啊，较早讲啊，因为这个母，这个音母的音，一定做酸母。我要强调这个啦，要保留这个音啦。所以我特别讲吼，马草，茅草，马草，H M 无，我特别要保留这个音啦。当然我讲话啦嘛无要紧啦。第二就是讲，行业有行业的专业啦。是。伊要好名，当然红线路就是较早厦门电影啦，黄振宇啦。厦门电影有厦门吼，因咧本来广东戏啊，尾啊厦门话啦，厦门话台差不多啦，台湾有做过啦，有真正有做过啦。看毋这红线袂歹，阮兜开放这个红线，较早来就紫面啊，青色啊，个迄嘛是正常啦。无伊个咧店免宣传对无？碰鞋店是拢咧卖啥物啊？碰鞋狗啊啦，啥物有诶无啦？碰鞋搞碰鞋狗啊有诶无啊？碰鞋材料，较早做事件，所有诶全世界女性，普通鞋拢小碰鞋呢，毋是甲台湾呢。你看英国迄个跳水诶选手嘛是你。迄个选手跳水迄个较早可以是地小水马步就这样哦，伊嘛普通鞋拢小碰鞋啊。对啦，附近人有伫厝诶，就是用苗仔伫边啊，怎么小碰鞋啊？这是全世界诶代志啊！生意偌好咧，到今仔阮三姐嘛，阮在三姐啊，就遐来就甲阮一个囡仔穿一件碰鞋衫。上衫也多样啊，有四大枪啦，有迄车三宝啦，有火车有诶无？迄就是花木裤啦，不日本人有木裤无？你着穿迄木裤去车。木裤是啥？木壳啊，日本人样本啊，就木壳啊，三木路，那就讲木裤啊 ，BOK 吧？啊 ，BOK， 对吧？对啊，日本人讲木裤啊，木裤啊，讲木裤，册啊，册的意思。好，感谢民先生。送到咱是咱问题时间，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民先生的问题。男女自由恋爱，无搁用即个媒人婆啊讲亲情，颠倒是请变媒人讲亲情。无变媒人，佮找别个媒人啦。迄是无变媒人个代志，迄即马才有啦。即马都找一个变媒人。较早另外通过人介绍开始。迄个时代无变媒人啦。这时代阮着要结婚啊，再掠一个要变媒人。这个时代才有诶。较早拢爱靠媒人啦。即个风气是当时啊，较开始实行起来，讲时代已经行到会当家己去自由恋爱啊。较早伫台湾自由恋爱是禁忌诶啦，你是尾啊才有自由恋爱。迄自由恋爱，迄个第二歌就是自由时代无？迄第一哦，开话会当自由，要迄自由时代即个歌会当自由恋爱。较早土地所在嘛无咱正做诶所在啦，无即嘛出过拢啥物暗藏连说较早无啊，若去甘蔗人俩下叫讲起是啊，若较叶菜去炒锅骹边啊，你也边，迄嘛你我牵着手了，从即嘛小心点讲喺度做法，无好制度啊，无毛制度啊，咁毋知发生啥物问题对无？所以你若看个较变数，到底人甲变迄个变数有发生关系无？先就知，迄是要对，要哪发生关系？我是看到老师这篇有写足侪迄词互人感觉，敢若即摆是毋是已经无去啊？像枉屈，枉屈即摆可能即个词即摆足少咧用，但是老师用了足水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就是讲，有看到媒人婆，渔人即个渔人，伊讲以前的社会，你若是订婚了后，你才过来反悔，你爱赔偿。若是讲要赔偿是大部分老师你的了解是拢爱赔偿啥物物件？你著读到赔偿，毋是赔偿。赔偿，赔偿。
算讲已经订婚了，我即马反悔啊，嘿嘿，赔偿对方身份。嘿对，那导师你所知影无？啊，大家讲的就算。我嘛无看人啦，嘿，嘛爱看人啦。台湾人吼真标准啦，无遐国际化啦，啊都无介意就好啊，啊无免咯，讲究也有效啊，我的想法啦。台湾人较故意啊，哦，要做这个来勒索，应该是袂啦。大家好吼，叫我提问一个，咱较常听到吼，就是讲啥物代志啊，拢会因即个算讲，若像猫毛诶，吼，较袂理解为虾米咱较毋爱用狗仔毛，还是其他诶动物，啥啊要讲猫毛？迄个，因为我嘛无，一般是讲猫仔毛啦。对，猫仔毛，嘿啊，毋是达只毛啦。对啦，即个咱猫仔毛咧，但是到底是啥样？我无去追查讲伊安怎来诶啦，因为我无做这款研究，我都无注意啦。但系安怎用就好啦。伊安怎来，我无去个。一个讲法就是讲，讲其实是撩仔毛，撩仔毛。无人哦，了解。无人安尼讲啊，对，嘿，两种讲法啦。三无猫啊，三无撩仔毛。啊，这是较济咧撩仔毛。因到底是撩还是猫都？但猫仔毛影出济无毋对。对啦，哦，比如讲你即个人话较济猫仔毛，拢会安尼。哦，还是撩仔毛，即个我有捌听。三无撩仔毛是安尼用诶，啊，若撩仔毛应该只安尼是较济出济意思。啊，先呢，我遮有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即个内底有一寡铺排你诶迄个用词吼，你讲对方你嘛知，门户正办吼，囡仔有好头路，一世人有政府通饲。人才甲人才拢是一品诶，啊，这人才甲人才有啥物无共啊？人才就看外表啊，像这教书人才一品，啊，人才就内在啊，人才嘛一品诶啊。哦，内外意思。你诶内涵叫人才啊，啊，你诶外表叫人才啊。啊，用讲我这是你想就知啊，这人才安怎？人才就外表嘛，啊，人才就讲你有北来无啊？人班就是人才。好，人气人才。哦，真有内涵呢。这我写做好诶啦，甲人才。啊，我问一下，国币诶意思是啥？国币就是这个人，就我意见敢若无啥共款啦。人毛，嘛毋是人毛啊。伊无方便，专门做款物件。特立独行就是甲爱甲人无共。对，这人国比，就是你讲啥我听你讲啥呢？啊，无一定负面啦。这人国比就是，甲有趣差不多啦。就是欢喜诶，无厘头，是毋是？毋是吗？会使你讲啦，伊毋是讲一个定义啦。啊，老师伊这敢会？你用到位啦。你也佫有讲着讲，啊，你若要讲啥，我调工无爱甲你讲共款，安尼敢有一种你背骨的感觉？我出来你讲啊，你若讲背骨就负面啊。哦。啥物人叫做背骨？迄种负面的事啦，这种叫做价值观啦。咱台语无存价值观啦，华语才有啦。咱台语的语言拢大部分拢用中式的啦。啥物叫价值观？我讲一个你听下吼。即摆会化气。你讲停电啊，啊台语无安讲熄电啊。熄电就是无价值观啊，火无去啊。啊停就是价值观咯，停就会过来了停啊。停就是动作这两种暂停，会搁继续。一定义停啊，这动作咧进行，啊总之会搁进行，啊你迄阵等下过来，迄阵就一时间你等下过来，啊才能够熄电无讲停电啦，迄种价值观啦，熄字就是无啊啦，没有后面的价值观啦，啊停就是价值观，我伊会过来啦，佮继续毋则佮停，所以咱日本时代好真济车头哦，叫停车场，看板啦，停车场迄就是讲。要伫遮车爱停一下，伊会搁行啊。暂停的意思。有些嘛是后来咱受华语影响。系啊，拢受华语影响诶啦。是的。像咱即摆讲停车场嘛毋对啊。爱讲安怎？放车场啊，是骑车停放车场场所啊，停就是要走啊。
暂停呢，就对啦。哦，伊是停放车辆是爱用放车场啦。停是你看到按这个打咧，脚打咧就搁停啦。要搁行啦。随时会当行。停是要先搁行啦，所以咱搁停车场是唔对的啦。你不能搁驻车场嘛。stay 嘛，跟 stay 嘛，所以停车场嘛唔对啦。安尼放车场，吼。咱若台语有就讲叉车，叉车会使叉车场。我都歹叉车，用歹停车，你车当啊歹去，歹停车。当啊歹去，毋得歹停车。对无？歹叉车会使的啊。咱讲会当讲趴车、趴停嘛，趴车，嘛会讲趴车，就是英语趴停嘛。但是咱人叉车都毋对啦。所以即个叉车伊是无咧分啥物，迄个乌多摆，还是迄个？无咧分，无咧分几类的就对啦。恁遐无歹叉车，就歹停车啦。啊，即讲遮歹停车，讲忙着好停车，又好代志，对无？好，上尾咱请民人先生为咱做一个结论。因为较早去对看嘛。对看就是两个人拢在看嘛，所以可以，即个日本讲的联谊嘛，日本人讲联谊嘛，就相亲的意思啦。相亲咱应该叫对看，相亲是尾才有话啦。较早叫对看啦，就是相亲啦。对看，嘿啦。所以较早的迄个伊的流程就是爱先每人无来讲，啊双方面有介意，才来对看。大家我拢来。对看了，就爱搁爱伫咖啡创啥话，食个。对看了啊，就看要来约出来无？要约出来，查某囡仔嘛爱，查某囡仔嘛爱迄落咧。抱狗抱猫。就做咩啊？啊，若无做啥物，就抱一个猫狗安尼，啊，袂使目屎啊啦。表示讲都袂使放手嘛，伊走去嘛。表示讲我无安怎嘛，啊，无人讲，即个人甲行久啊，毋知安怎无，迄也好好无。感谢民人先生甲咱的读册盘精彩的交流。上尾，咱赶快邀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慕真老师，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。发嘛对看的故事，这篇在描写古早时代男女的结婚，拢爱先经过对看的流程，才会使继续。所以伫遮讲到这个女性，伊的名叫做清西，就是这个发嘛，伊伫少年的时代对看的故事。我认为这篇呢有一个真好的特色，就是讲咱会当看到女性的善良。其实清西伊去对看的是一个较无方便的人，但是人无甲这个事实讲出来，所以互因毋知影对看的对象，伊的脚是无方便的。虽然清西阿爸后来伫甲人开讲的过程，知影讲原来因去对看的人是安尼，所以对人有小可怨叹。但是伫这篇故事，咱看到清西，伊是遐尔善良，佮有遐尔勇敢。因为咱看到清西，伊去甲即个青年吼，就是伊是伫公所伫办代志上班的青年呢，伊有去找伊，甲伊回信礼，吼。即个青年嘛，甲伊回信礼。即个青年其实就是后来伊嫁的即个翁，就叫做发啦。吼，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几个对话，就是当因去对看的时阵，清西阿爸嘛会去问查某囝讲，你的想法是安怎？吼，对看这个形式存在，但是伫这篇故事内底已经是一个毋是遐尔保守的时代，所以对看了阿爸会问查某囝讲，你感觉安怎？伫内底咱就看到真深刻的清西伊的一句话，伊就讲顾在阿爸做主就好。吼，即句话其实甲咱早期若是咧读1920年代的电气盘的出师线内底，在讲到女性的这个婚姻吼，至亲的婚姻嘛是安尼吼，就是阿姑做主就好吼，阿爸做主就好，这种的对话，当讲是一个真古典的早期的讲法。所以伫遮咧，清西嘛是安尼回应伊的阿爸吼，伊有讲两解，顾在阿爸主意就好，所以
亲像是无家己的想法，以父母的观点为主。但是后来，其实这个女性的意志呢，一直藏伫他乡的故事内底。虽然清晰安尼讲，但是伊嘛是主动去找这个较无方便的青年来甲伊会心咧，然后两个伫开讲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愈来愈有感情，所以总结婚吼，尾仔嘛是搁做伙啊，所以这个结果其实是真好诶，就是讲无因为一个人的外表，也是伊诶无方便啊，就来失去这段婚姻。尾仔发嘛，吼，就是这个清醒就变做发嘛，所以这是一个在讲发嘛，伫早期吼对看诶故事啊，咱就会使来看到第一就是对看诶文化，第二是女性诶意志，伫这个过程当中嘛表现伊诶主体性。暖暖专门去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暖暖专门去。今仔日咱爬远的故事内面有讲到国笔，也阁有做人甲下戏下井。所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、前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，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古早的台语词。发嘛对看的故事，这对看较早另外一种讲法，叫做相亲。一对结婚的查甫查某还未结婚呢，来相看，叫做对看。国笔，国笔已经差不多用要巧呀就是趣味，还是讲笑，还是骨气，还是詼谐。下戏下井，即摆可能较侪人讲现实。这首《故乡的残垣》是陈明仁作词，纪晓玲作曲演唱。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专门课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感谢陈明仁、萧凌春、陈鸿辉、陈木真、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，杨文言、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。台文博览会、瑞士老台语、古早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。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。襄阳唱片、文顺唱片提供音乐。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《爱的故事》，欢迎准时收听。
心。